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很精彩，學會忍耐，懂得怎樣愛，盼望你想得開，謹記生活的快樂，原來生活值得精彩，不需急在這一刻再沉默等待，原來生活根本過得好快樂，生活都可過得很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好，你休息翻嚟咧，繼續星期二早上嘅原來生活好快樂。哇，真係好快樂！嚟到呢一個環節，我記得上星期咧做咗少少嘅透視，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保持個精神健康。我直情為之一陣，哇！好多朋友咧，原來大家都有呢一個問題。嗱，有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唔奇，最奇就係你今次咁好機會都唔 WhatsApp 入嚟，或者咧唔打電話入嚟，俾多次個 WhatsApp number 你先，96750089 96750089。時尚生科嘅代表咧都會咧係喺呢一個熱線前邊，隨時準備用文字或者咧就用語音咧解答大家嘅問題。上次咧就講咗呢一啲咧同情緒管理相關嘅天然嘅食品，不過今日咧呢個話題話風一轉咧，其實咧都同大家嘅健康息息相關，尤其是香港啦，無論咧喺空氣質素，甚至乎咧喺遺傳方面啊，都有機會咧係會有濕疹嘅有啲朋友，而且咧大家隻手咧唔乖啊，成日有濕疹咧就拗，越拗咧就越多嘅，即係好多時咧唔止係醫學上斷唔到尾，有陣時因為你拗咧拗到咧佢唔止斷唔到尾，係啦，所以今日咧我繼續咧就要揾嚟咧，首先咧就係時尚生科嘅創辦人啦，亦都係佢哋嘅執行董事啦，就係阿何紹倫先生。Hello， 大家好。咁啊，另外咧亦都咧要揾多次咧阿博士上嚟啦，因為咧呢個都係博士嘅專利嚟嘅，所以你自己講係最好啦。嚟自前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研究助理教授啊，陳嘉倫博士啊，陳博士你好。你好。講到濕疹嘅話題咧，我諗咧即係好多朋友叮一聲，但係咧好多朋友咧好似坐過山車嘅。點解咧？因為濕疹咧，應該咧產品咧喺條街咧都算好多，咁需求大啊嘛。係啦，咁啊算好多。點解會搭過山車？即係過山車咁咧，就係佢好俾人聽到啊得喎，咁佢上到去高峰，點知試完都係唔得，又落翻嚟。嗱，得同唔得咧？其實有好多人有唔同嘅學説嘅，包括咧有陣時咧就係話，喂唔係喎，你唔可以淨係外敷喎，或者唔係喎，你唔可以淨係內服，好多唔同嘅原因，最終都係同你講，其實斷唔到尾嘅。咁嗱，我唔係要斷尾嘅，最少唔可以影響我哋嘅生活質素啊。咁啊，坊間相信咧，即係試濕疹嘅產品咧，如果你話真係咁不幸係有濕疹嘅話，應該如果佢有50年嘅濕疹咧，佢就試咗50年噶啦。咁點解呢一個時間今日啊？上次我哋講到你啲嘢咁獨特啊嘛，點解你專利會係濕疹嘅產品呢？即係我覺得周街都濕疹產品，你有咩專利？有幾威？你講嚟聽下先，陳博士。即係呢個我反而我真係要拋你，我啲唔係好順啊，真係。咁咧，我要講咧，其實有陣時咧喺我哋嘅研究嘅過程當中咧，有好多叫做美麗的意外啊。咁其實咧，我哋叫做用一個靶點 IL-17 啦，IL-17 啦。咁其實佢除咗係一個濕疹嘅靶點咧，亦都係一啲我哋嘅自身免疫力問題嘅一個靶點。咁其實皮膚啦有好多自身免疫力嘅問題都會影響，包括好似牛皮癬啊一類。咁其實喺個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原來發覺原來佢對濕疹嘅患者都咁 work 嘅。係啦，即係好似我哋好多生物學嘅發展出嚟嘅發明啦、疫苗啊、盤尼西林呢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啲意外嘅美麗嘅發現。咁其實今次我哋呢個嘅發現嘅配方咧，都係好似類屬呢一種嘅美麗嘅發現嚟。嗱，其實即係每一次有一個新嘅發現嘅時候咧，就對於某一啲嘅唔同症狀嘅朋友咧，就會有一個新嘅希望。咁當然希望呢個希望咧，就真係可以實現啦。有幾特別咧？即係相較以前唔同嘅，譬如話外敷定係內用，甚至乎咧就真係喺個分泌上面去着手，都好似冇係一個好有效嘅控制。嗱，今次咧頭先我講啦，用咗個 IL-17呢個靶點咧，咁同埋我哋用緊嘅草本嘅分子咧，
係比較細，我哋叫小分子。咁變相去吸收咧會好快。咁所以如果你話特色就係一個字快，快見效吸收。咁你變咗你好快就中斷咗一個嘅痕癢嘅信號咧，你就唔會再拗，就唔會令到嗰度嘅皮膚繼續越嚟越惡化啦。咁其實同時間你唔會拗嘅時候，你亦都會又可以好似上個星期講到情緒管理，亦都唔會咁粗啦。唔會咁粗，其實又唔會令到你皮膚更痕咯。咁其實我叫做咧，我哋英文叫做 stop 咗個 positive loop， 即係阻截咗佢不停喺度循環自己 loop。咁一 stop 咗，一停咗咧，咁其實你身體係會有辦法將佢盡快將佢自己療愈翻咯。喂，會唔會話對於邊一類型嘅濕疹係有特別嘅療效，定係話你因為呢一個方法，我頭先聽咯，其實佢首先就係中斷你痕啊嘛，咁濕疹全部都係痕噶嘛，所以會唔會反而呢個就會變咗多啲範圍唔同因素成因嘅濕疹都可以處理到咧？譬如我除咗濕疹，譬如有啲汗腺咁樣啦，我自己其實第一次發現佢除咗係佢研究主力方向牛皮癬之外咧，其實佢喺汗腺我咁啱嗰次係喺我嘅研究院啦，喺我中山而家嗰個實驗室啦，咁就發現到，咦！我一路到皮膚都冇事喎，點解突然間會有呢個嘅汗腺咧？咁我不如試下自己嘅發明啦，咁係咁樣試完之後好快佢即刻已經係退紅。咁我話咦，原來佢仲有啲對皮膚其他嘅症狀嘅功效嘅喎。咁跟住就同一啲嘅中醫嘅機構合作，咁佢係做咗個臨床，就發現原來對濕疹嘅患者係好有效嘅，就係咁樣就發現咗。但係其實咧，即係我諗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尤其是有濕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係濕疹咧，類固醇咧嘅使用咧都非常之普遍。咁大家聽到類固醇呢個字咧，嗱你即刻就嚟夠，係啦，因為始終係有好大嘅副作用。你嗰度入邊有冇類固醇嘅咧？我記得你明明話俾我聽，你係研究緊一啲草藥嘅嘢㗎嘛。好慶幸我係唔需要呢個產品，唔需要加任何嘅類固醇。威晒，因為唔係我好有信心嘅，佢講得好上翻嚟 MBOTV 同埋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係草本同埋你身體嘅分子話俾我聽，呢啲嘅草本係對佢最有效啦。係，所以就唔需要牽涉到任何嘅類固醇，亦都冇藥嘅成分，半丁點都唔需要，半丁點都冇。所以其實大家唔使擔心。咁但係好啦，我有一個問題啦，反而好多朋友都擔心治標就唔治本。咁頭先你講啦，即係我聽到呢個呢就標嚟嘅，因為你停咗佢痕先啊嘛。咁跟住透過一個循環就令到佢唔好再拗啦。本呢，即係其實始終濕疹嘅成因實在我都聽得太多啦嘛。有冇即係都會有一個好嘅方向嘅呢？其實你停咗嗰個不斷嘅循環呢，嗰個已經係對你嚟講一個最大嘅治本。因為好多時我哋叫做第二次傷害啊。你大部分對自己嘅皮膚或者身體健康構成最大威脅就係個二次傷害。係啊，反正你第一次你冇辦法阻截到，咁除非你係要改到好多你嘅生活習慣。咁當然呢個係好嘅，健康生活習慣係應該係推崇嘅。咁但係喺你未做到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有一啲嘅配方可以幫到你呢？係，同埋我相信大家咧都認同一樣嘢，就係始終係用一啲天然嘅產品咧，對比用類固醇咧，應該咧放心好多之餘咧，亦都聽到咧就係好多新嘅智慧啊，譬如話一啲細啲嘅分子，令到佢可以快啲截斷嗰個痕癢，令到咧嗰個信號即刻就去到個腦度。其實我聽到已經知道咧，係好明顯可以改善到咧濕疹患者嗰個生活質素。一痕你就諗住拗，尤其是夏天，即係你唔好理喺屋企定係喺條街，始終都係一個非常之尷尬嘅情況。濕疹係點解爛晒皮？點解會損晒？係拗出嚟嘅。濕疹本身係唔會令佢爛皮嘅，係自己拗到破損，手指甲又有菌啦，空氣又有菌，令到感染出嚟嘅。係，所以大家咧，如果喺呢一方面啊，有任何查詢，唔使聽晒今日節目住噶啦，即刻趁而家休息時間咧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嚟呢個熱線96750089，96750089。時尚生科嘅團隊咧，好快咧就會接聽你嘅電話，或者咧就係用文字回覆你噶啦。呢個時間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新城資訊台。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
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好啦，休息翻嚟咧，繼續星期二早上嘅原來生活好快樂直播室入邊咧，除咗有小麥麥卓華喺度之外，當然繼續有兩位嘉賓喺度啦。分別咧就係時尚生科嘅創辦人，亦都係佢哋嘅執行董事 Alan 何兆倫先生。Alan 你好，大家好。另外啊，今日嘅重量級嘉賓，佢係嚟自前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嘅研究助理教授陳家倫博士。陳博士你好。你好，你好。頭先就同陳博士傾咗好多啦，咁我又問翻 Alan 先啦。其實我知道每一個產品咧，即係其實你去即係將佢帶入個市場嘅時候，你都會因為某一啲嘢，或者你見到有啲事，你先至會覺得有咁嘅需要。係冇錯。係咪即係濕疹係圍繞住你身邊，甚至乎你自己都會有呢個問題咧？我自己反而慶幸地真係冇，但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有濕疹。咁透過佢哋把口同我講咧，我話你唔好拗到嘅啫。佢話你唔知㗎啦。我話我真係好痕。佢嗰種痕，我就即係我哋冇濕疹嗰啲咧，慶幸咧，好似蚊爛咁啫嘛。我哋唔明嘅其實係啦，你唔好拗咪得咯。佢唔係啊，係喺裏邊嚟㗎，仲有痕到你咧，係拗破塊皮。落埋皮睇住佢流血，你都覺得爽，哇唔得，我真係唔掂。咁我就其實就係咁好大鑊，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咁有啲朋友就真係咧去睇傳統嘅，即係用皮膚科類固醇，佢知有害嘅，但係佢搽完耐之後咧，佢都講過話係嗰下係好短暫，嗰下係搞得掂，但係都知道啊後遺症更多。大家知你呢樣嘢，咁令至到我嗰一刻，當我一聽見多啲家人佢陳家倫博士佢有一個咁嘅專利嘅天然配方，仲要係冇類固醇嘅，仲有能夠係快速度喺研究係10秒鐘啊，係極速止痕嘅快到係，咁我已經即刻覺得咧，我係贏晒，因為佢好似用咗一個叫做俗稱我哋叫標靶追蹤技術啊，咁咧就係追住嗰個 IL-17嗰個引發我哋痕癢嘅根源，阻截咗個信號，你唔痕咪唔拗咯，唔拗咪冇事咯。咁再加埋佢加埋一啲中草藥啊，例如講緊譬如話講牛油果精華啊、半支蓮啊呢啲，呢個就調翻轉有個資源嘅，令到佢有快速建立個屏障，防止啲細菌入去入侵。嗱，真心講，我喺呢段日子真係唔少我啲老友，甚至連本身係專科嘅皮膚科專科醫生都同我去尋求呢個配方啦，去俾佢啲病人係啦，因為佢睇到數據，正如話齋，任何嘢睇數據，數據做得到，咁我就要做數據嘅產品。有陣時真係咧，新嘅科技係會造福好多之前啊可能冇辦法去解決嘅問題。聽落去頭先 Alan 好似自己賣緊廣告咁，但係呢個唔係廣告，佢同你講緊科學嘅數據，講緊就係點解以前嘅產品或者一啲以前嘅技術，嗱，類固醇好快嘅，咁但係快都唔夠，可能係10秒鐘快。同時類固醇會有副作用，越用越薄㗎。第二樣嘢就係，當你知道嗰樣嘢係天然嘅時候，即係等於平時你去一個藥妝店，你揀支 hand cream 咁簡單，如果有天然嘅，有冇寫住天然，即係你知道佢平啲，不過可能你估都有化學成分嘅，或者寫住西藥嘅、開神毒藥嘅，你會點揀？即係其實我哋天然今時今日大家都崇尚係一個越天然越好，同埋好擔心有一樣嘢，副作用。你永遠唔會知道嗰個副作用幾時嚟，但係天然嘅產品就話俾你聽咧，其實冇副作用。所以其實你見到 Alan 就係教緊大家點樣去選擇一啲產品。我補多少少啊！嗱，呢樣嘢都係陳家倫教我嘅。佢講一樣嘢就係話，香港好多人都係咧而家中意養寵物噶嘛。原來我哋嘅配方連寵物都啱用嘅喎。因為原來貓貓狗狗，即係你見佢拗又可以用。原來貓貓狗狗都有濕疹嘅。原來係咁咧，就據知道咧，就係我都有一啲嘅朋友身邊咧係好中意貓狗嘅。佢直情咧係佢俾貓狗搽，但係貓狗得意嘅，搽完之後咧佢會舐嘅，中意食嘅。咁但係咧，我據知道原來呢個產品已經去到一個天然到係食品級嘅一種嘅天然，即係就算佢係唔食，就算啲貓貓狗中意舐，
都完全對身體唔會有害處，因為係植物嘅天然配方。係冇錯，所以頭先大家聽咗咧，都咁多唔同嘅介紹咧，留多次個電話俾大家嚇。如果咧你需要有查詢嘅話咧，可以打嚟或者 WhatsApp 96750089，96750089。幫我問多少少咧，阿陳博士先，即係其實喺嗰個濕疹整過嗰個過程入邊咧，會唔會話唔可以搽太多嘅咧？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聽好神奇嘛，嗱，類固醇就真係點到就即止啦，即係醫生好緊張嘅。嗱，你唔好一日搽多幾多次，唔係你個皮膚會越嚟越薄。咁對於一啲天然嘅產品，始終我聽到你話哇，有細分子囤入去又點樣？會唔會話個份量嘅控制好緊要，定係話反而呢樣嘢大家唔使擔心？同埋會唔會有年齡嘅限制咧？嗱，咁呢度兩個問題啦，即係關於我哋嘅 dosage，即係你個用量啦，同埋嗰個唔同年齡層。咁其實呢兩樣嘢都唔需要擔心嘅，因為佢真係一個純天然嘅配方，係啊，同埋其實你頭先都講到好多，我哋都會用一啲嘅藥食同源嘅一啲嘅成分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安全，係冇副作用，所以你個用量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而唔同嘅年齡層嘅皮膚就只會影響佢嘅吸收嘅啫。咁其實如果你搽多啲係冇問題嘅話，你搽多啲咯。係嗱，所以咧提提大家嚇，如果咧你對於濕疹嘅問題都已經搞咗一輪，你又想試下一啲新嘅產品咧，頭先俾過一條 WhatsApp 熱線大家啦。咁不過如果你真係面對緊急嘅問題嘅話，記得要尋求翻呢就係醫學嘅意見，同埋揾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啊嚇。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謝兩位，多謝晒，多謝大家。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真誠資訊台。